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遊樂團，我係你哋嘅團長麥克。今日要帶大家去名古屋公道公園 ，Let's go！ 香港飛名古屋唔使4個鐘啦。咁你金山站呢，就行呢個41分鐘，出得嚟行唔係出得嚟玩。如果要行嘅呢，41分鐘就行到呢個公道公園噶啦。公道公園就係日本名古屋熱田區一個歷史公園啊嘛，保留住江戶時代東海道水路段嘅七里之道，因為佢距離即係下一個驛站係7里咁遠啦，咁所以叫做七里之道。咁喺公園裏邊咧有長夜燈啊、時鐘啊咁樣嘅設施嘅，咁啊一陣間可以帶大家去睇下啦。咁啊同埋有一個嘅碼頭啊，咁呢個係一個歷史文化嘅一個嘅公園咁樣嚇，咁啊非常之優美嘅呢個風景。公園仲保留咗宮之宿嘅驛站嘅碼頭特徵啦，咁可以睇下即係想像下以前嗰個嘅渡船景係點樣咁。同埋呢個公園嘅側跟咧就有熱田神宮啦，咁所以就唔係淨係單單呢個公道公園咁，大家可以行完有時間咧都可以側跟去睇呢個即係熱田神宮，體驗下即係名古屋嘅文化嘅魅力啊！大家可以睇到條河啦，呢條河啦要做下咁啊，因為直出咧就係名古屋港嘅，咁啊好成塊鏡咁樣啊，即係秋水共長天一色啊，真係即係喺度，我諗可以影婚紗相啊，真係哇嗰個好似唔講真係去咗歐洲瑞典咁樣啊，真係嚇咁嘅屋低低地嘅屋低低地。咁樣一路行咁，大家會見到好多松樹啊！咁因為松樹咧就我好中意嘅，即係有一個好寧靜嘅感覺嘅。咁啊，不得不又講下松樹咁樣。松樹係世界上最長壽嘅樹種嚟，咁啊自古以嚟咧就視為係吉祥嘅象徵啦。咁同埋就四季長青嘅嚇，咁佢就象徵不屈不撓。咁同埋佢就嗰啲樹葉就係成針狀咁嘛，咁所以風吹上嚟咧，佢又唔係咁響咁樣嘅寧靜，咁啊即係好有文化氣息嘅公園咧，咁啊種呢啲松樹咧，我覺得好正啦。公道公園就保留住東海道最大嘅驛站公園啦，公宿。咁就係東海道第41個驛站啦，佢哋第42個頭先講咗啦，佢哋7里咁，所以叫七里道咁咯。咁啊當時就係就好多旅客，即係人稀來讓咁樣咯，好繁榮嘅嚇。咁咧就喺呢一個驛站咧就必須要搭船先至去到下一個驛站啊！即係而家當然唔使啦，JR 路啦。咁但係咁啊可以體會翻即係江戶時代嗰個感覺啊！即係佢復原翻嗰個嘅即係個碼頭啦，嗰個嘅長明燈啊、時鐘啊咁樣，咁希望可以體會翻即係當時嗰個嘅氛圍係即係幾咁繁忙熱鬧咁樣嘅。剛剛睇到個牌就寫住伊勢灣颱風啦，因為呢一個颱風維那，咁咧就即係特別喺啲名古屋市附近嘅伊勢灣啦，咁嚟得即係個破壞好嚴重啊！嗰時當其時，咁同埋其他有2個颱風，咁列為超和3大颱風啊，使到即係好多人呢個傷亡嘅自然災害啊！前邊右手邊呢間白色格仔屋，大家估係咩？俾2秒時間，係洗手間啊！咁所以都幾靚喎嚇。咁大家如果人有3急都唔怕行呢個公園，行得耐啲都 OK 嘅。江戶時代咁成日講，咁就即係其實就係17世紀咧，即係我哋嘅清朝啦嚇。嗰時嘅經濟文化嗰個發展係好犀利嘅嚇，即係日本江戶時代。咁嗰時係武士道精神，咁即係武士階級喺社會中咧係佔好重要嘅地位嘅嚇，咁樣。咁浮世繪歌舞伎等等嗰啲藝術咧，
就係嗰陣時就最蓬勃㗎。咁甚至乎飲食嗰啲壽司啊、天婦羅啊、蕎麥麵啊嗰啲咁樣，都係喺嗰陣時咧開始流行嘅，咁成為即係日本料理重要嘅組成嘅部分嘅。一路行咁前邊就係鐘樓啦，時之鐘咁樣一陣先講咁。咁我哋睇下左手邊呢一條河，天上嘅白雲咧就倒影喺河嗰度啦。咁啊真係頭先我講一句秋水共長天一色，咁成個河成條河咁好似一塊鏡咁樣。真係我諗大家都冇咩意義嚇。咁你見到啲遊艇就停咗喺度嘅咁樣，咁佢冇喐啦。咁如果喐有啲波浪啊成啊咁，嗰個景色又唔係咁樣嚇。咁見到隻雀仔都話真係好靚㗎啦，呢啲景色嚇咁。咁我哋繼續向前行就睇到呢個鐘樓啦。公道公園嘅常明燈同埋呢個鐘樓啦，喺歷史上咧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嘅嚇。咁常明燈最初就1625年嗰時就已經建造好㗎啦，咁但係就因為風災啦，咁毀壞咗。咁跟住20幾30年之後喺1654年咁又再復修翻啦咁樣。咁但係又到火災，因為火災之後又復修翻，咁但係荒廢咗。咁直到1955年咧，咁先至再去整翻好咁樣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咁樣。咁鐘樓咧就而家見到嘅都係1983年嗰時復原展示翻喺呢個公園裏邊咁樣嘅鐘樓。咁即係總的來說，即係常明燈就俾人哋安全去祈願啦。咁時鐘樓咧就俾啲嘅旅客、當地居民為佢哋服務啊咁樣，咁都好有意義嘅嚇。行下，咦？見到有啲竹棚喎，咁都唔出奇嘅嚇。咁佢哋都要去建築咁用竹棚啦、搭棚啦。咁但係我哋早起漢代、宋代都有竹棚啦。我哋喺清明上河圖都見到有竹棚啦，咁所以好出奇噶。咁香港嘅竹棚咁就快靚正穩陣咁樣啦。咁日本就唔知啦。呢啲竹棚唔知佢係愛嚟去再整啲乜嘢嘅旅遊牌、警示牌定係乜嘢就唔知啦。見到有幾個竹棚喺度，幾特別咁樣。呢個咧就係碼頭啦。當其時就人來人往啦。咁我諗又可以企得幾多人，搭船去下一個驛站。對面未必有呢啲屋橋嘅，當其時可能係啲田咁樣嚇。個碼頭好靚嘅，可以影多幾張相。公道公園講到呢度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可以訂閱我哋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，下次見。